脑袋它只有这道菜，鸡肉沾鸡酱。把印象彻底颠覆，郑杰仁拿鸡酱当基底，加入果酱还有沙拉酱，调和了鸡酱的咸味和酸味。紧接着更颠覆的涂在欧式面包上头，搭配鸭肉略烤，整个吃起来就很清爽，我会觉得好像身体很多负担，很油腻那种感觉。加上生菜、蛋包，客家口味的鸡酱在欧式早餐里巧妙提升了鸭肉的鲜美。新竹当地知名的花生酱也在郑杰仁手中多了一丝水果味。香蕉它会解腻啊，那它的口感跟花生酱配起来也是很绝配啊。对，没有吃过的人都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会这样配？但是吃完之后觉得，哎，还不错这样子。喜欢尝试创造新口味，源自对自己味觉的信心。虽然不到30岁，郑杰仁做餐饮已经有10年的经验，卖过饮料、胡椒饼，深知要满足客人，得常常出新招。和太太在新竹创业开店，成功以蜜糖吐司打响名号。像一个蜜糖吐司，我们可能会多加一些水果或什么，对，让它更已经够受欢迎了，就会让它卖得更好这样子。菜单每季检讨，推陈出新。因为太太是客家人，也融入客家风味，顺利拓展了竹科市场，进驻半导体公司供应早午餐。所以就是希望客人是在每天的一大早会感受到一些活力，对不对？早晨调试以后，早上吃得很丰盛。对，一起奶表 T U G， 这是我们独特的。从客人的饮食表情给自己的餐点打分数，郑杰仁说，在他心中没有永远的招牌口味。期许自己的餐桌上能持续给人一种期待的趣味，因为我们是年轻人，年轻人就是要一直试，一直找创意。早晨調色以後，一起捱表天要嘅。早晨調色以後，一起捱表天要嘅。